你有冇試過不斷按稍後提醒我嚟推遲軟件更新？其實呢個你覺得好煩嘅通知咧，分分鐘係黑客等緊你忽略嘅嘢。每一次嘅軟件更新，其實都可能包含住重要嘅安全修補程式。呢啲修補程式嘅英文叫做 patch，就好似幫個系統貼上膠布咁。點解要貼膠布啊？因為開發者發現系統有漏洞。英文叫 vulnerability。如果呢個漏洞被黑客發現咗，佢哋就可以利用佢嚟入侵你部機。最得人驚嘅係零日漏洞，英文叫 zero day vulnerability，意思即係漏洞被發現嗰日已經俾人攻擊緊，開發者根本趕唔切修補。所以當你見到更新通知，就代表開發者已經整好咗修補程式等你裝。唔更新嘅話，就等於你屋企把門鎖壞咗，鎖匠上到門你都唔換，咁危險。梗係建議大家即刻開啟手機同電腦嘅自動更新功能啦，確保系統同應用程式都係最新版本，咁上網就最安全啦。